即係咧呢啲係海水同埋啲淡水交匯處嘅。咁嘅一期大單間都係床放喺呢度，而且你可以睇到成個富力灣最靚嘅海景。誰人又相信一世一生這膚淺對白？來吧，送給你，要幾百萬人流淚過的歌，如從未聽過，誓言如幸福。Hello， 我係嘉樂啦。跟住依家喺啲富力灣咧一期呢度，咁一期咩位置咧？呢個係一期園林。嗱，我都成日話一期嘅園林係最靚嘅，你可以睇下，欣賞下呢個景觀得唔得？但係一期咧同埋嗰個一期嘅別墅係夾埋呢一個係一個湖嚟嘅，唔係死水係活水嘅，即係咧呢啲係海水同埋啲淡水交匯處嘅，可以欣賞到平時咧一期我哋食完飯可以喺度行下呢個園林啊，或者喺度曬下太陽，或者帶下隻狗，係咪？咁啊，我哋一期嗰啲植物嗰啲樹咧生得好高嘅，都有20-30米，因為佢養咗好多年啊嘛。平時食完飯真係可以喺呢度咁樣釣下魚，欣賞下曬曬太陽，聽下啲鳥語花香嗰隻 feel。所以富力灣一期係成個無論個園林景非常之靚，同時佢係睇海景非常之靚嘅。咁啦，呢度咧往前面嗰度位置咧就係營銷中心。咁營銷中心咁望過嚟呢個位置係咪你覺得掂唔掂？今日一期都有喺呢度啦。嗱，咁啊，今期我哋影個套片咧，係一套即係兩個單間挨埋一齊嘅，總價咧係26萬，高層一線海景。咁啊，如果你想拆開嚟買，一套套咁買咧，會貴1000蚊啫，即係相當於係131000蚊，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啦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富力灣一期之前我影片影得少，係因為真係對呢度了解唔夠深。但係漸漸咁樣，經常你喺園林咁睇呢度行，漸漸就覺得一期佢真係好有嗰隻高端海景房嗰隻 feel， 因為你好少揾到咁靚嘅環境。嗱，你實里銀灘嗰邊啦，冇咁靚嘅環境嘅喎，而且一期佢出去出面落樓就有揾到，就有海鮮餐廳同埋小型嘅菜市場、超市乜都齊，所以一期揾嘢食係好方便，而且去南站唔係去惠東南站10分鐘，交通方便。如果唔想坐呢個高鐵，一個電話就有專車接送你過去嗰個蓮塘口岸同埋羅湖口岸，60蚊，大概時間係1個鐘零4個字。所以嚟講咧，一期嘅樓真係性價比好高嘅。咁嗱，我哋而家先上去睇下嗰個兩房定係大單間。OK， 睇樓。Hello， 我係嘉樂，先退片睇。嗱，今日又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晴天，嚟欣賞翻到富力灣一期嘅大單間。嗱，咁呢套大單間咧，佢係兩套加埋接近100個平方，1000幾尺，兩套打包一齊賣，總價係26萬。總價係26萬。咁嗱，兩套個露台嘅景觀都係一模一樣嘅，都係可以睇到我哋下面啲別墅景啦。其實整體其實一期嘅別墅真係好正好靚。我有錢買翻套喺度住，真係好唔錯。你睇佢都大花園好大啊，全部係獨棟啊、雙拼啊咁樣嘅。而且你可以睇到成個富力灣最靚嘅海景就圍繞喺一期，4期都冇咁靚，即係4期啲海景啊冇我哋一期靚。你可以望到，即係可以望到呢塊，你望下嗱，成一塊嘅海喎，欣賞到，即係成個海你都睇埋，好舒服。所以一期啲樓咧，7-8年樓，你話佢舊肯定唔夠啦。相對香港大把40-50年嘅樓，你諗下呢啲先係7-8年，你話夠得邊度去先？係咪？而且佢離高鐵站真係就7分鐘㗎咋。你話咁樣嘅樓盤，咁樣嘅價位10零萬，咁睇咁嘅海景，邊度有？係咪冇？真係冇。呢度你睇下，下面仲可以望到啲綠道啊，喺度散步啊、跑步啊、圈埋隻狗啊。真係好舒服，即係如果退休你買富力灣，我認為非常之明智。喂，點解咧？
13萬左右就買一套咁樣嘅海景，邊度揾？你成個廣東省揾得出嚟，1個半鐘可以翻到香港嘅。嗱，樓下咧佢有直達巴士翻到蓮塘嘅，邊度揾？係咪揾唔到？真係揾唔到。嗱，你就算你喺十里銀灘13萬，睇唔睇到咁樣嘅海景？睇唔到。樓下就係海鮮一條街，繼續跟我嚟。嗱，咁大單間咧，其實大家都經常睇過我影嘅大單間啦。咁嘅一期大單間都係床放喺呢度，可以將床瞓喺張床度，就可以睇到啲海景嘅喎。嗱，攝影師你過下嚟，你俾翻個攝我嚟，我俾大家睇睇啦。咁我哋張床喺呢度，我哋就瞓喺度，咁可以望到啦。你睇到未？就係咁樣，可以望到隻海景。咁咧，佢係2套打包嘅。嗱，咁啊呢一套，嗱你望翻啦，咁啊呢一套咁樣咁個景嘅，嗱正唔正？佢房間正面積咧應該係51個平方嘅，咁2套加埋咧，有100尺啦。嗱，可以望望，咁開放式廚房，咁你可以望到佢平時整飯係比較少整飯嘅，再加埋啦，佢即係大單間嘅佈局嚟講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嘅。再加埋呢邊廚房，乾濕分離，儲物家電，即係話咧，嗱呢啲房就可以做到乾手淨嘅。嗱，再過下嚟呢邊，即係佢2套係一模一樣嘅。跟住咧，嗱佢依家呢一套同埋隔離呢一套，即係如果你喺中間開翻個門過嚟得噶啦。跟住可以睇下呢邊啲山景，睇下藍藍嘅天空，正唔正？即係平時就係咁樣去欣賞下，幽靜，退休唔使去咁熱鬧嘅地方嘅。如果退休都要揾咁熱鬧嘅地方，你不如留喺香港或者喺深圳，啱唔啱？因為咧，你深圳夠熱鬧啦，不過深圳啲樓公寓嚟講都要50-60萬啦。入嚟，跟住我將風太大，等下先啊。嗱，咁風咁大，我熄翻下門先。風好大，嗱咁2套單位加埋成1000幾尺，26萬，你覺得單價圍過先係260蚊一尺？你覺得貴定唔貴？即係人見人智啦，係咪？單套買咧13萬1000蚊，一套買13萬1000蚊，2套如果你有2個人，兩個 friend 隔離做個伴，一齊坐車食飯，你物價又低，去飲茶又平。所以嚟講，買闊利灣，我認為非常之明智嘅。嗱，再睇翻嗱嗰邊，嗱你可以睇到我哋呢個景觀，2套嘅景觀係咪一樣？真係好正啦！2套景觀都係一模一樣。所以話咧，一直都喺度影闊利灣呢片啦。覺得闊利灣，我自己都有樓喺度，所以身為闊利灣嘅業主嚟講，我對呢度都係非常之認可嘅。呢邊有幾個地方，比如話大家會可以諗，如果你有 friend 過嚟玩，咁呢度有咩地方可以玩呢？除咗海景食海鮮，咁呢邊仲有一個村叫范和村。范和村有600年嘅歷史，明清時代就喺度啦。咁仲有個古井，嗰個叫做芙蓉鎮啊，叫芙蓉鎮嘅。咁有個古井，所以呢度咧有旅遊城，即係有旅遊景點嘅。范和村咁入邊都仲有明清時代嘅建築啦，所以大家嚟呢啲地方又有得玩。隔離附近仲有幾個鎮嘅，好似鐵涌鎮就生產生蠔嘅，咁仲有一個鎮生產馬鈴薯嘅，唔係好記得嗰個叫咩名。咁旁邊仲有我哋講嘅巽寮灣啦，我哋去到雙月灣嗰個龜島都係35分鐘，有專訂製嘅巴士過去。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嚟到富寮灣冇地方玩，非常多地方玩。一個電話有啲人會話咧呢邊叫唔到滴滴，其實叫唔到滴滴，你俾啲 tips 佢啊嘛。你4個人，你去南站，你加5蚊 tips 俾佢，即係呢度去到南站15蚊高鐵飛，即係呢度去到南站15蚊嗰個路費，你覺得貴唔貴啊？如果你4個人坐個車嘅話，平均都係3蚊幾銀仔，對比於香港嚟講。即係平到咩？平到少係咪咁講？嗱，飲茶價位又平，所以嚟講喺富寮灣居住嚟講，
你消費物價低啦，有3000蚊就夠噶啦。呢啲樓物業費一個月一嚿水多啲啫，2蚊3，110幾蚊。電費6毫8，即係電費6毫8，水5蚊6毫8。所以你咁乜都平，比香港乜都平。你話佢貴喺邊度？我認為冇乜貴喺邊度。所以你買樓喺呢啲地方住，可以欣賞日日喺欣賞咁靚嘅景觀。嗱，可以望到好多啲紅樹林上面好多啲海鳥喺度飛嚟飛去，悠哉悠哉咁樣喺度生活，可以係一種嘆下世界。大家畢竟都辛苦咗咁耐啦，買翻套樓你唔使即係唔使咁拼搏嘅。啊，中國咁大，世界咁大，翻嚟惠州先買到樓，高鐵就喺隔離，全國遊都 OK 嘅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兩個單位感興趣嘅，有疑問嘅評論區留言，再兩邊都有個人分析，同學上面直接聯繫我哋本人嘅。我哋下一 part 見，拜拜。